总统赖清德出访，提到美国智库之事，指出台湾是印太地区和平的东岸，而且甲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通电话。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 Hunter 牵涉到偷走税甲违法买枪等等的罪名，今麦拜登伫咧任期结束进前宣布甲因囝特赦。金砖国家推动卖用美金，美国准总统川普要求金砖国家答应袂用新的货币来取代美金，若无就要甲因扣甲100%的关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总统赖清德出访，经过夏威夷去到美国智库来致辞8分钟，指出台湾是印太地区和平繁荣的东岸。伊做咱的总统有包括维持国家生存发展、加强国防力量，也阁有照顾2300万人民的3个使命。总统赖清德出国访问过境美国夏威夷，受当地上大一步。但向三星广播盗版报道，用台湾总统为夏威夷开始太平洋之路做标题。除了讲到帅气赖总统会过境关岛，佮指出即摆看重美中台关系。赖总统也把握过境期间，甲美国跨党派好朋友互动。赖总统呢，在今天上午，也透过视讯，还有透过电话的方式，跟在美国几位好朋友、老朋友进行了对谈。那其中有一位是裴洛西，这通电话其实讲蛮长的，大概是20分钟。那双方因为老朋友互动上，气氛也是温馨融洽的。赖总统过境夏威夷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以共荣的未来发表演说，强调台湾在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受迫者热烈欢迎，赖总统伫夏威夷第2天到美国智库同济访中心发表8分钟闭门致辞，主题是强韧的未来，台湾是印太区域和平甲繁荣的优伴。各甲参加人正式座谈，被问到未来4年或者是8年的愿景，是讲台湾目前上大挑战是中国威胁。作为台湾的总统，伊有3个使命感，包含维持国家生存发展、强化国防力量，加照顾2300万人民的生活。I expect President Lai will reaffirm his commitment to the kind of values that both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 and probably a willingness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new incoming U.S.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Both were pretty tough on China and quite friendly toward Taiwan. We cooperate on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 and our robust trading partners. Interest in Taiwan is growing, as we can tell by today's audience and journalists in the room. 前 AIT 主席莫健甲美国总统川普顶一任任内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拢到场来听，佮甲赖总统交流互动。伫夏威夷最后一个行程是去侏罗纪公园金宫拍电影的所在，各地安全部坐越野车，佮甲电影道具到伫翕相。赖总统13会去友邦马绍群岛。公司新闻也拜选彭俊怀美国夏威夷报道。总统赖清德伫咧上任了后头一天出访，去到美国夏威夷拜访急难管理署，针对着救灾的经验来做交流，而且也有甲进前来台湾访问过美国众议院英务议长佩洛西通电话20分钟。佩洛西伫咧电话当中嘛表明着伊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另外，赖清德嘛有去到亚利桑那州军舰纪念馆来送花考致意。而这花考顶悬刻名就写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赖清德总统今日去夏威夷交民宴会现场，350位交民热情欢迎。因为赖总统头一届出访，第一站就选到贵境美国夏威夷。It's my honor to welcome my friend President Lai Ching-te. The opportunity for you to engage with thought leaders, the diaspora community, and state and local leaders is invaluable, and I know will contribute to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rock-solid U.S.-Taiwan partnership. 当日请参加 AIT 主席罗森伯格用影片方式出现，诚心欢迎老朋友赖总统，另外包含夏威夷州的副州长，甲真侪位参众议员也拢出席，表达对台湾的支持。The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一开始大家拢无看好，但是最后咱得到结果。过去国际社会无看好台湾，但只要咱拍拼团结，咱一定会当
你对国际社会更较大的肯定较好。赖总统在曹燕致辞上，中英台3声道齐发，表达希望台湾与夏威夷深化各领域伙伴关系，更要进一步让世界看见台湾。马总统把握伫夏威夷停留的时间，落机着换夏威夷设置前往百合堡博物馆参观，伊也走去夏威夷政府机关暨兰管理处，和署长巴罗斯甲夏威夷州的州长纪林关门交流台湾甲夏威夷伫灾难救助的经验，加上台湾、美国最近拢面对极权主义的扩大，危害着世界和平稳定，显示建立全社会防卫论性的重要性。马总统特别到以二战残骸所建成的亚利桑那号战艦纪念馆，伫战死的将士命倒头前送花环。致赠的花圈上公开署名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赖清德，背后意义强调台湾面对区域复杂情势，需要贡献力量，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上是公视记者叶佩方俊怀在美国夏威夷的采访报道。中国最近甲罗西亚进行空中联合巡演，引发日本甲南韩拢派出战机来戒备。学者就分析讲，这中国甲罗西亚联手，若是威胁到咱第一岛链这个国家，也引发欧美国家的警戒。专家嘛指出，明年英国甲法国拢要派出航空母舰来印太区域部署，若是要吓惊中国，佮开始显示欧洲国家要来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F-16战机紧急升空，伫强军无放弃武力反台，佮着改伫台湾周边军演一甲真接扰台，这种画面真接看到。国防部24点钟内查到15台强机、7只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中国最近国甲罗西亚进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路军机毋若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佮通过日韩的对马海峡，互日韩战机升空监控。共军在台湾附近、台海附近的活动，或者是举办军演的同时，那有些时候俄罗斯的舰艇也会在附近没有太远的地方。其实他们在东亚地区的合作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况。中国甲罗西亚加强伫东海军事活动，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传出中国提供有杀伤力的武器予罗西亚，甚至北韩出动军队帮助罗西亚，互欧美国家更加关心印太地区的局势。2024环太军演声势正大，包括美英法拢总29国展现联合执行任务的能力，要为印太和平做出贡献。除了联合军演，英国暗示明年派威尔士青龙号航空母舰访问新加坡，伫太平洋展开新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嘛要展开印太部署。Troisième objectif, c'est promouvoir, comme la stratégie française de l'Indo-Pacifique l'a décrite, promouvoir un Indo-Pacifique libre, ouvert et stable dans le cadr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c'est pour ça que nous déployons une force dans les eaux internationales à cet endroit. 刚开始有这个动作，基本上还是以象征性的意义为主。我想都有一些细节必须协调。不管是未来油料的整补，或者是人员上的一些需求调整。中国扩张军事行动，毋若造成台海、南海局势紧张。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伫访问中国进前，马先发声明指责中国提供武器予罗西亚，帮助对抗乌克兰，威胁欧洲甲印太地区的和平。柯蒂上认为，中国甲欧洲虽然经贸密切，不过当亚若发生战争，会是毁灭性的影响，也促使欧洲国家更加重视印太地区的情势。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还佫有啥物大代志来关心？台中一间国小有老师甲6年的学生起冲突，隔当讲这个学生会室内，老师由原报警察处理，而且警员佫入去到校园，无干部人的陪伴，就把囡仔带转去派出所。台中市长罗秀燕批评校方无法律的观念，要求教育局爱强班。有一间国立的体育大学传出系主任长期甲学生甲助理霸凌，甚至伫咧上课时阵举刀、插刀啊，也个不准助理请假去做预防针等等，互学生甲检举。教育部已经来会室内答应会查清楚。有不少的人士伫咧影音平台做诈骗，讲民众若是拿钱参与游戏，就有机会当抽到即马长时间的红仔。有一个大学生开买4万块，原本掠准会当摕到60只红仔，结果拢去互人骗去。再来关心到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针对金正国家推动卖用美金的政策，要求金正国家就要答应袂创造新的货币来取代美金，若无就要甲因扣价100%的关税。另外 ，Trump 嘛表示，因为移民甲毒品的问题，要甲加拿大的关税扣价25%。加拿大的总理是赶紧去对 Trump 保证会甲边境管理做好。
金砖国家第10月底举行会议，搁再提出创建多边支付金砖之桥的新金融支付平台，得到巴西甲印度等国家的支持。金砖之桥设立的目的，除了保护罗西亚甲盟友袂因为经济制裁受到影响，嘛增强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不过，更重要就是要削弱美国伫全球金融的主导地位。对金砖国家持续企图美金的运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1月30日伫家己的集团创立的社群平台真实社群顶大文，要求金砖国家承诺袂创造新的专属货币，而且美国原来袂支付任何其他货币代替强大的美金。对于削弱美金，美国拢袂插的态度已经结束啊！若做金砖国家坚持要企图美金，伊会对这个国家进口去美国的商品扣100%的关税。那安尼，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川普进前嘛讲，加拿大若做无法度防止移民甲毒品芬太尼越过边境，伊会对加拿大的进口商品扣25%的关税。总理杜鲁道伫11月29赶紧飞去美国佛州，甲川普做伙食暗顿，佮向川普挂保证，加拿大会加强管控2个中正长佮无设封闭的边界。We told the Americans, we said publicly, we're going to look to procure, for example, additional drones, additional police helicopters. We're going to redeploy personnel. As much as a reassurance exercise, we believe that the border is secure. 根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有75%的商品甲服务拢出口去美国。若做美国加征收关税，会对加拿大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嘛会影响加拿大明年的选举结果。加拿大今年1月初的民调显示，选民对杜鲁道政府的无满意度已经达到最高点，所以杜鲁道调集10省的省长讨论川普关税威胁的对策，避免家己所执政的自由党选举失利的可能性。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 Hunter 牵涉到偷走税，也有违法买枪等等的罪名，立要伫咧12月12甲16去互判刑。进前一再强调要为着因囝来动用特赦权的拜登，即马煞是反悔，伫咧伊的任期结束进前宣布要对因囝完全而且无条件的特赦。针对这件代志，这个争议，若是准总统 Trump 表示不满，纽约时报嘛讲拜登滥用权力，每日邮报嘛批评拜登高面皮。美国总统拜登伫感恩节的假期发出书面的声明，一方面重新强调无介入个别司法案件入场，一方面指责司法单位选择上办案，佮点名国会当中的共和党阵营是发起这波司法攻击的撞镜人，强调有目睭的人拢看会出来，Hunter就因为是总统的后生，才会变做司法攻击的目标。不过，到半年前，也就是民主党的阵营也被换掉拜登推贺锦丽选总统进前，拜登是安尼讲的。I'm extremely proud of my son Hunter. He has overcome an addiction. He's one of the brightest, most decent men I know, and I am satisfied that I'm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I said I abide by the jury decision, and I will do that, and I will not pardon him. Hunter 涉案的风波爱追到2020年大选进前，伊送收的个人电脑，互发现大量私密的资讯，包含食到食到、喙齿起甲看医生，甚至甲未成年的少女有亲密的行为，等被看你看的相片。惊动外界是一封电子批，并被写出拜登做副总统的期间，家族甲乌克兰能源企业往来的内容。纽约邮报阁因为先独家压出这资料，互并且甲马斯克买落来进前的 Twitter 用散布假消息、影响选情做理由，全面封杀。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司法单位的调查显示，Hunter伫逃税的期间，生活共款真车样，食到开查某，逐项倒来。12月16特别宣判刑期的罪名，包含逃税甲非法有枪。也若伫这个时阵，真侪个宣誓无介入司法个案的拜登，选伫礼拜四公布特赦家己的后生。美联社记者指出，川普伫2020年落任进前，特赦真侪牵连各种案件的亲信甲家属。There is a precedent for presidents taking part in power to benefit, family members, people close to them. 美国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讲，川普甲共和党的阵营几年以来批判司法体系为政治服务，民主党的阵营是相信美国的司法独立。不过，拜登这款做法等于是支持共和党的讲法。英国的 BBC 也讲，总统行使特赦权等于是介入司法的进程，
川普甲未来可能坐大位的人，拢会当放心大胆改变游戏的规则。公司新闻七家人朋友。继续来关心，顶礼拜经过美国甲法国的协调，以色列甲黎巴嫩才打停火，即马中东是搁再爆发新的冲突。伫咧叙利亚的内战，即马是又搁扩大，叛军占领第二大城阿利坡，造成12个人死亡。目前政府军是已经撤退，有真侪民众嘛赶紧要逃走。叙利亚的叛军顶礼拜发动攻势，快速占领西北部真侪城镇。观察机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叛军已经伫11月29进入第二大城阿利坡，造成12个人死亡。目前叛军已经控制规个城市，包含机场、主要的公路甲附近的城镇。政府军是偷偷撤退，有真侪民众互逼咧逃离家园。صار الضرب وسيضربوا علينا، هن من الأساس عم يضربوا علينا بالانتحاريات، بالنظام يعني عم يضرب。这一波攻势由3解放组织所领导，这个组织进前捌是盖达组织伫叙利亚的分支，即马改做接受托尼基的支持。托尼基可能是想要利用这个组织来对抗托尼基甲叙利亚边境的库德族的势力。库德族是中东的少数民族，控制范围伫中东各个边境的交界。因和托尼基政府捌真侪届爆发冲突，所以互看作是恐怖组织。أنا مهجم بالتمنس من 5 سنوات، الحمد لله هلا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فتح علينا بالمعارك وشاركت بالمعارك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رح نرجع الأرض ورح نرجع بلادنا اللي أخذوها منا النظام المجرم، وإن شاء الله مستمرين على الطريق ونحن ندعي لأخواننا الشباب القاعدين في البيوت يطلعوا يساعدونا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رح نرجع البلد. 这个事件也引起真侪国家关注。一向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伊朗已经派出外交部长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甲因的总统会面，以表达支持叙利亚政府，政府军一定会搁再胜利。顶礼拜才宣布停火，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表示，因当咧继续监控情势。叙利亚的内战已经进行13年，将来毋捌真正结束。这场内战真复杂，有真侪势力参与，亲像叙利亚政府有洛西亚甲伊朗做靠山，要讲叛军是分别由北约甲托尼基支持。2016年，政府军暂时控制掉大部分的地区，不过一直无完全消灭叛军。如今趁中东的乱局，叛军搁出头，外界烦恼讲内战恐惊又搁爆发。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镜头换来看，伫咧欧洲的科索沃一条送水互2大发电厂的运河，2到暗时是熊熊发生爆炸，影响到全国的用水甲用电。科索沃的总理是认为，可能是隔壁塞尔维亚甲罗西亚合作发动的攻击。不过，塞尔维亚的总统是批评因乌白乱指控，嘛强调会做伙来调查清楚。发生爆炸了，运河被破坏，开水回笼流出。伫巴尔干半岛北部的科索沃，国内一条供应水和2座主要发电厂的运河，2个下午7点左右发生爆炸，影响科索沃全国饮用水加电力的供应。这件攻击发生伫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攻击了，无到24点前久。科索沃指控是边海国家塞尔维亚甲俄罗斯合作发动攻击。警方表示，已经逮捕几位嫌犯，因大部分拢是当地塞尔维亚团体公民保护的人，并且敲出真侪武器、弹药甲玻璃笔。Personato di jour, Mbidushimin per perseguire nove prime criminale e terroriste. We believe that Serbia is sponsoring this terrorist criminal attack of kinetic warfare against Kosovo, but this is being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Russian Federation. 公民保护已经和科索沃列做恐怖组织，欧盟甲科索沃拢甲这件代志定调成做一个塞尔维亚组织的恐怖行动。爆炸发生的所在被科索沃当地塞尔维亚少数民族拒绝承认科索沃，因也是甲塞尔维亚的贝尔格勒看作是因的首都，所以双边的关系真紧张。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不提供这项指控完全无根据，并且强调将会合作调查这件案件。Imamo određene sumnje, ali će istraga konačno pokazati ko je naredio. Mi mislimo da imamo određena saznanja i ko bi mogao da bude počinilac. Nastavit ćemo vredno da radimo, ali dok to ne završimo nećemo obaveštavati javnost
i prebacivati krivicu na nekog drugog. 这件爆炸案和科索沃加塞尔维亚本来就正紧张的局势是更加严重。科索沃的安全委员会伫初期召开紧急会议里后讲，已经出动武装部队防止再发生这种攻击。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马来西亚甲泰国最近落大雨做大水，是已经造成12个人死亡。伫咧马来西亚北部已经超过12万2000多人撤离，泰国的南部嘛有13万人有路无厝。另外，伫咧印度甲斯里兰卡嘛是因为做风台做大水，已经有19个人死亡。泰国南部北大年部的街路做大水，將多店無在了做生意。ก็พยายามเก็บเราก็เก็บทุกอย่างไว้ก่อนแล้วค่ะแต่บางสิ่งบางอย่างที่เรายกไม่ไหว 伫马来西亚甲泰国小接北东北部吉兰丹州灾情上严重，国家灾害管理局讲，全國12萬2600位居民無家可歸，其中吉蘭丹州就佔63%。Pukul 1, pukul 2 tu air dah start masuk dalam kampung. Dan yang orang yang duduk tepi jalan besar ni memang dah dalam dah air. Saya rumah ke dalam sikit. 这场大雨帶來大水，若和泰國甲馬來西亞將多所在變做重災區，有人不幸死亡。伫即馬幾落萬的民眾為走去避難，有的是無家可歸。因過伫雨落未停，警報抑閣繼續時陣，可能會有更加濟人因為大水侵襲受到災情的影響。伫印度甲斯里蘭卡是因為氣山風格而侵襲，造成真濟人死亡。印度塔米爾納都邦將多所在淹水，清萊機場也關起來。शाम को 5-5:30 बजे से इधर वेट कर रहे हैं हम लोग कोची में और हम लोग का अभी नेक्स्ट फ्लाइट चाहिए नहीं है तो रिफंड चाहिए कुछ तो रेस्पॉन्स चाहिए 印度氣象局隨意講，中央直轄區保持熱力區降雨量484毫米，是30年來24點真久來上大的降雨量。不過預測這個氣旋的威力慢慢變弱，到時雨也會變細。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感謝您收看今日公司台記台新聞世界通，我是鄭雅俊，祝您平安順心，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